台北的228国家纪念馆，在1959年到1979年这期间，是美国在台新闻处。在咱戒严的时代，是引入西方的思想，对咱台湾社会甲艺术有袂少的影响。即马因是甲咱台湾文学馆当咧办展览，来了解这段影响台湾思想的历史。 这栋高美的建筑，现主是228国家纪念馆。伫1959年到1979年，捌是美国传播西方消息的美国在台新闻处。伫戒严的时代，摊位者得到来自外国的资讯，是影响侪艺术家。亲像作家李昂，就为者知影来自西方的思想。迄大小传哦，上开始就是美心处介绍出来，迄充满了迄美国梦、繁华富裕。我看到我来写名媛，迄个台湾的上流社会嘛是有一个台湾梦。迄时的美心处有能互台湾作家有外国的自由现代思想，也互台湾人发现台湾文化的珍贵。亲像乡土作家吴成就是安尼。对我来讲，我感觉讲，我这和我的生活经验，距离太远了啊！做工的、开小工厂的，大概是拼到要死。这条台湾同人知的《我要你的爱》，就是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歌曲。现主时，这即歌受美心处影响的台湾作品，拢伫228国家纪念馆展出。因为就是随着阿弟的时代，美心处变做讲国外现代的这个思潮，也是艺术文化，会用传入来台湾，所以是台湾自由气息最重要的一个管道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除了这个展览以外，12月伫国立台湾文学馆也会举办更加深入的展览。10个展览开幕一天，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孙晓雅也出席。伊讲，真期待未来有更加侪台湾的少年艺术家继续参美国交流。记者郭明佑开台北报道。